一般超过100年的建筑，我哋那会认定做係古迹。不过假使唔对20年开始理解，乃来嘅100年甚至1000年呢？最近某地有一对老庙爱拆黑幕嘅争议，结果唔爱那么，有人喊讲是得讲是明显的咯，向下嚟了解。先去了解嘅係一個開張體驗廟，再看蔡天陽嚟透過交通同老廟留下來。也係廟裡南莊鄉田美村嘅雲佛宮，係南莊歷史悠久嘅廟史。1935年天同家下轉黑，1948年地方巷再個發起過，又到由後續嘅首長留下為佢講嘅雕花、泥塑、廢材。佢當時佢後生嘅工商，立米路變作為太史級嘅人物度。雲佛宮唔單止係信仰中心，未記錄嘅南莊開發嘅歷史，係個地方產業被記錄。向下嚟看下也充滿嘅建築美學。田美係睇中國係順風，並且睇山腳下西總頭。村民單單係行人，莫看一個西總頭按摩窩，1950年代到沙灘一段新嘅世界，也就比老年嘅長途是唔會輸嘅當時嘅金瓜沙韓國糾紛呢。田美村一建戲院，石山村嗰邊有建戲院，兩隻村兩隻戲院，講一般嚟講台灣省咩錢嘛？啊，嗰樣是該安排出來，我要躺馬上，全部咩躺喺飲酒、跳島、樂園嗰度上啊。等產業擘頭咧，後生人出現嗰種嘅街路巷開始出現咧，有人愛賣蘿蔔嘅廣告。中途唯一間嘅加油站空落落嘅，不陽巷熟熟嘅賣廣告，唔係釣魚機會，還係冇人去買，就看得出一個種嘅有一人熟嘅。全部咩個70萬以上啊！出嚟萬以上70啦，呢個全部咩上70啦。後生嘅人哦，全部去我個工作，受苦本人啊，全部老人家嘅，係喺上邊落雨咋，都唔卡。舊曆8月初一，田美13嘅老人家早上會去到雲佛宮來點香。你啊，搬厝咧，廟啊，你都來上香啦。哦，唔求乜嘅喏？嚇，我冇求乜啊，平安順治。在是蔬果變好，點美吉祥，拜日過後，有人坐下來同隔壁鄰舍打嘴鼓，我就點點嘅糖，廟度嘅上肩上。就睇一個時節出現嘅一群人，嘰嘰喳喳入到廟度就前衝看到保養嘅，那點翕相機就引起，原來一堆人攏係為到雲佛宮來嘅。現場係有專業嘅司機拖欄嘅公司有其中，來同大家講故。就是嘉慶25年，黃麒英來到了這個地方。路不大不響，話不講不明。原來古越南種嘅開發係對田美開始嘅。通過雲佛宮就係客家老祖公黃麒英。為咗愛保佑天定佢來到呀，開山打奶人平安順遂來去嘅。南莊嘅開發史係由黃麒英開始，該佢來啲老開發南莊，當然就傳到1刀錢，以後按多人天定佢來，該佢想講創一個信仰中心，來保護呢度，因為睇過很多衝突嘛，老原住民衝突，所以起咗啲三官太帝廟。客家的廟。很多是山國王廟，但是呢，在桃竹苗反而三官大帝是主流。雲佛宮係南莊地區開張嘅第一間廟，13嘅老廟我起廟嘅時節，韓體呀看熱嚟嘅。唔過老廟實喺1935年關島山太帝同嘅時節，應該有槍槍嘅。故所確實係那一年起嘅，已經差唔多嘅。想做的提幫提的比賽當中來培訓。他可能原來的廟在道光年間就有了，可能它是一個草創、小坪數、小尺寸的。後來有錢了，廟就會慢慢翻新變大，
那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有证据的是1897年那个石碑，那个石碑是1897年重建的一个碑，那里面的人皇家的名字出现，黄允明出现了，就代表呢1897年皇家来主导这座庙的重建。在天龙当中跪下的真枪枪的永和宫，在一次等到功夫以后，大石滩的野白掀起来，天面韩国时尚的人穿多钱呢，真有机会再过去跪去。流到一下来，我们真看得到汉地有的，应该用手工触控斗顺的内天的木档。全岛就要重建，那重建是在台湾光复以后，这边的木材产业，这边的煤矿产业，造成这边的经济的荣景。这个一个小村庄有2家戏院，可以想见当时的那个繁荣状况那有钱呢，那他们就盖了我们现在看的第一阶段，民国40年的永和宫。下后永和宫又再一摆整修，一摆流到的一等奖的雕刻、刻画、泥作。非彩裱画韩国经验，也都一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。民国68年第2阶段的时候，嫌这个庙的高度不够气派宏伟，他就把屋顶的部分停高的3尺，那原来的柱子就不够高了，那他就把这个柱子做成龙柱，做成磨石子的柱子。三观太低的泥作神像。观音寺的盘龙石墩，拢系给当时的相士现创作的韩国雕刻的。是唔系像一下一定多的神庙，拢系买片的用雕得来嘅。呀，龙柱你都是伫了现场雕刻啦。cái三观太低嘅道3年cái了三观太低5国文创宫里头全部都系伫了为捏做的啦。李登盛的落款，李登盛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名家之作，因为李登盛是日本人的最爱，日本人在爱知县有特别给他成立一个李登盛的美术馆。庙堂的废材是国画大师李登盛的作品，牛笔锋脚体对抗时。也都雕刻刻画，是雕刻太师邱福顺刻的，也都太师傅后生时节的作品，一下拢是地方上一定保卫文化资产呢。这个庙主体是手工榫接的那这座庙的木雕很精彩，泥塑很精彩，彩绘是名师李登盛的作品，匾额是白崇禧的墨宝。还有它的这个隔扇门是玻璃的，但是带有那个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庙门，还有它那神像的部分的泥塑也是很精美的。永和宫韩国的800年，保留的国家年代庙堂建筑的工法韩国术艺。唔但将係村民的信仰中心，嘛記錄嘅地方上回看的歷史，韓國產業的記錄，一下老廟橋嘅不流水嘅，可能喺國體去過新廟，一條老古洞可能就被磨退咧。台灣古時老廟無安好保存，有大幾多地方上對歷史建築嘅認識不足。咁無講老橋路係唔好嘅，要提倡係起高。永和宮遇到嘅最大解決漏水嘅問題，本單家庭內深夜初5而來重建，引起萬億多人嘅關心。最裡面現正有文史工作者，韓國政府建議要到廟方也會配合，也個老廟總算保黑的。對9月初8，有人呼籲大家注意，到9月30重建委員會解散。有人講也係前段時間內，也個廟思路保護成功嘅利益，還講怕係三觀太體現靈咯。永和宮係天美韓國時尚的信仰中心，因為落雨就會漏水，
按個喜善廟嘅計劃討論了10多年，總算喺今年有實際嘅行動。9月初，永福宮來去嘅同村民講，按這個喜善廟嘅紅布條，內地啊12個月打亂嘅重建嘅計劃。繼續有一日暗部頭，我看到朋友嘅Facebook 當中嚇，其實貼一張相片講南莊天美永福宮一拆嘅，啊當中掛布條就10月初5一拆，啊結果嘅暗部我就先貼出來一個消息，貼出來以後就千多人千關心。大概就印傳咪嚇，印發出去。消息傳出，第二日就受到前台嘅議論。新竹嘅古少奇先生、韓國南通大使陳思賢、木亞建築學堂嘅先生謝一峰、韓國桃園鄉土學友會嘅先生姚其中，等對新竹韓國台北下去提供廟方更多專業嘅建議。這座廟要拆12天得到這個訊息，那我們不知道受到什麼樣的感應。剛好那天呀，有很多人有空，第一個我有空，第二個有徐玉紅老師有空，這個陳世仁老師，他們有不同的專業，剛好3個老師都有空，還有古少奇老師有空，我們來跟廟方提供一些我們的專業的文史的意見。對廟堂保留的建業內族韓國高字圖。有也三項傳統數年相師陳思賢先生非常的陳述，專門研究古建築的謝一峰先生嘛講，永福宮保留的安板子的木造結構，拆體實在大鬆。留存價值我是看不懂，就是沒什麼錢，我們叫我說，哎，這粉刷給它乾淨，給它看得好看。無論係上空也係白天的廢材。上戶嘅，落落確確嘅，一道專家學者看起來係寶嘅，廟方才知道了嘅愛做乜嘅。去年廟方愛切油切，險就切貼地等式嘅廢材。永福宮嘅主委講，文化價值還是唔低啦，只係唔盼得保有地方嘅市民，喺阿睇樂意就會留嘅老廟，就會上愛起個時呢。我冇安樣感覺呢，我因為來講啊，你像來講，你講土，你講文物來講，雖然你冇讀書來講，土地史沒多少嘛，多少嘛個土來講，嗰時候要幾多研究，有個推家，你講像個兩幅圖咩幾10年嘅東西天天啦。永福宮嘅歷史雖然有100年呢，唔過廟神但搶62年天，談到愛去過新廟，本莊嘛出現呢，愛查也係愛理會兩派意見。因為本莊啊，有2隻無共樣嘅神人，呢隻神人如講，啊啲廟愛求嘅，靠的做神來，因為定係有神之年呢，我老啲就個廟呢，啲天嚟起風起來，像隻皇宮樣啊樣啊，哦，你係要一排，咁還有一隻神人如講，咁愛起廟也冇咁簡單咯，你講起廟啦，愛起後背啊，有2層樓，咁樣辦上去呢？哦，佢睇下土地要擺下邊，要擺面檔啦。分啊個壁啊，根本冇效啊。所以你講緊分我保留度叫佢分壁，係冇用落去咩？咁要搭太古嘅嗬，老人家行喺度，上下就翻咯。你裝修嘅幾下擺嗬？係裝修幾下擺，唔過裝修民國70年啦。係啊，裝修到結局咩行流水啊，走唔到。現在家嘅父母嚟夾碰嗬，全部沒嚟啊！頭班人出錢來個嗌住啫，你下要俾人插體咧，住啫，人咁講樣嘛？頭班人啊，頭班人咧，幾種人。就頭班人嗰食東西啦，我聽唔翻得啦。有時有講樣來個嗌，又未講錢費嚟，一樣版嚟，來重建，有冇門睇緊人咧，個嗌要忽然間要上來。上到我來起廟，哪有乜事樣樣？是起廟嘅卡數咧，阿媽爸，有卡喎，來卡數啊！再把它放在新廟裡面的神龕。面對地方上冇相同嘅意見，廟方解釋講，除咗流水以外，廟就睇太魯順、太柴來去，中度攏係70歲、80歲以上嘅老人家，一定危險。
故所嘅天愛喜神廟，怪員工本單係好好嘅一件事情，好點點嘅撒盆愛人來答，免到地方空嘰嘰嘎嘎。按普陀來講，那有這當中天發沒了了，嗰度有錢用萬樣，用萬處理係一種情況啊。本上都讓村民都服氣，而來戲廟嘛。佢戲到了就講變成不到嗰種啊對立一樣嘅呢，你種係咩呢？今天本來都一種困擾，要當來講真實的事情啦。所以我們沒有立場呢，沒有藝術立場。你要拆掉這麼重蓋，我們重蓋，如果是不能重蓋的時候，最起碼唯一的就是交通問題要解散啊，要解決，要改善啊。9月初4，苗栗縣文化局文化資產審查委員會來到永福宮做初步的查看，表示講是喺廟方提出文字的申請，合符的都資格就會天數來漲。等到它具有這個不管是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的位階的時候，我們就能夠來繼續來提報相關的計劃，來向中央單位來積極爭取預算的補助。9月12日，合委會的副主委楊崇智馬去到現場，表態希望繼續來保存客家地區文化立場，唔過佢嘛講尊重地方的自主權。你合委會吼冇資格。安尼也無打算講來丟當大家，因為你安尼地方上大家沒有，有保存，安尼其在客家文化行政單位，安尼非常歡喜，冇保存，大家唔願意保存的時節，安尼雖然受到伊遺憾，但是唔係你必須尊重地方的父老對自家的主權的一個決定啦，很多人來關心永福宮。對一次想要保留老廟3萬人支持的永福宮的常務監事齊運金來講，就像係生命也來天數用嘅。嗰個設備嘅120年發現咧很多古物，你係愛咁講，當然有古物，規則南莊鄉冇古物啊，咁呢啲古物要係嘢保啊，當然要保存起來啊。故所佢嘛請3萬嘅去建重建委員會成目冊來爭取保留。太前日要開個委員會嘅會議，我委員會嘅會議是建議呢個廟保留下來，呢個委員會嘅建議。因為政府韓國民間保留永福宮嘅強勢。吳少奇就趕緊提報抗議文字法庭的身份。楊副主委楊崇智真生氣伊講一句話講，我唔丟當唔丟留廟留下來，唔丟去甲決定。但係我就同講，唔係有文字身份之後，又有文化資產的法庭的身份以後，合委會將有發出8000下來漲。我係因為結拜座談會之後，我看到地方人十分接受伊嘅意見，我將有提報。各位親愛的鄉親，大家好，這係村民永福宮嘅宣傳茶。今晚嘅6點，在你村民永福宮嘅廟上前，這塊第一次重建說明會。就算文史工作者有心，政府嘛願意支持，不過地方事還係愛地方人來決定。9月18日。廟方策劃獅山、天美兩種嘅鄉親可以村民大會，而種嘅好愛人去打來決定廟愛拆也係愛留。我保留來拆收啦，好嘛？係啊。討論嘅點過中，最後係73票對3票通過保存永福宮嘅建議，不過時下大家還係因議論。也係有加設嘅古董。一定要保留下來，拆太都冇誒。這種這樣嘅東西啊，保留10年也20年也3年5年，沒有辦法讓佢保留，保存結構嘛。作翻自從以來，也可以這邊阿媽殺開。獅山村的村長帶領人人來到廟方，受理嘅自帶馬祖娘後輩，樂意隨就會引流嘅上講。要麼拆鐵，是要用嚟漲咯。以前的老舊工法是50、60年前的工法，那種比較落後嘛，沒有像現在工法那麼好。難保說
当我们要整建或是改建啊，或是新重建啊，哈，难保说这些所谓的古迹它会不会掉落？漏水啊，在台湾来讲啊，几乎每一栋建筑都有漏水问题，只要是老房子，啊，不管是木结构的、水泥结构的，包括什么桃园机场，啊，都会漏水。那你说桃园机场漏水，把桃园机场打掉吗？对张美的争议，顾守奇先生特别用北埔的历史建筑总书堂首长做例的，为地方的人士安心。看也爱房屋一片吼，唔看到也爱相片地部房屋已经黄呛呛的，吼啊也个正神做书片的岩头的瓦全部已经落下来，看到也个地部的墙的吼，也行的拢看得到。啊也它长好以后呢，全部长好吼，啊规只房屋要起来。故说不管也个历史建筑伊坏到乜个情形吼，只要伊通过一个文化资产的身份认定以后，也都照顾这个欣赏师傅一清楚有办法地长起来。我永福宫的情况比那个头摆好加真多，故说我认为那个是唔是实力啦。永福宫对爱拆都保留就冇一整年的时间，重建费就解散的，庙嘛唔拆的。也是忙是有过的，在安顿的时间就将老庙保护下来的利益。也有人讲，也是三观太低，安灵贤。对，我现在感觉还都不真实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一方面神明有保佑哈，真是有保佑；啊，二方面哈就天时地利人和啦哈。其在客家文化行政单位的立场哈，你也感谢了两村的乡亲啦哈。你白做了，大家好了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！因为以前大家都冇安样观念，人家都开始有安样观念，慢慢是知道讲咧，大家是一家骄傲啦。我在里面两边有看到李登盛的落款。庙盖古盖是我们在地人的福劳。永福宫是地方文化资产保留下来一定好的利益。不过，嘛看得出，青岛民众对其他文化资产唔多认识，甚至会看强。尤其是推广的人对其他事故的保护，嘛个弄唔低，下下爱用叫的唔起，是呢唔来的想法来对付老建筑，又用的累积历史变做係文化资产咯。一擺好地係有文史工作者、韓國政府、東山忙的天數。老廟將做得保留下來，唔過下擺呢？